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南市二张杯山野冰的比赛，后日7月初6就要来举办。今年除了会当免费食山野冰，也阁有奖品真丰富的大毛菜。目前这是山野大出的时阵，为着要行销台南优质的山野，将要举办二张杯食山野冰的比赛。会分查甫组交查某组，各种以上较会赛，第冠军的3000，第2名2000，第3名1000，第4名500，第5名500。参加的人拢会当上少得500块以上的奖品。礼拜比赛时有几千碗山野冰免费提供民众享用，更有丰富的奖金甲奖品通摸彩。我们有5万元，总达5万元的奖金跟礼品，能够让大家来抽奖。然后一边可以吃芒果冰，又可以拿奖品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澎湃哦。透过食山野冰的比赛，唔但会当互民众食冰消暑，更会当增加市民对在地农产的认捌甲支持。有兴趣乡亲会当去试看卖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